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基隆市政府主办首届的基隆浪曲嘉年华音乐会，邀请到强大的卡司浪漫献唱，吸引了许多基隆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到现场享受海洋音乐烟火秀，同时也带动周边的消费商机。3、2、1，哇！2024基隆浪曲嘉年华正式开始。市长谢国良带领市府团队，结合基隆区域会等单位，正式启动基隆浪曲嘉年华音乐会。首日邀请到强大卡司，包括陈世安、徐佳莹、基隆出身的金曲歌手伍思爱等人浪漫献唱，吸引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坐在大草地上，一起享受这场在基隆山海美景环抱下的浪曲音乐会。我心骑白马呀，走三关，我开换所有回中原。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把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就是觉得有山有海，然后有这个草地可以让小朋友奔跑，非常的好。其他的朋友，我们今天有发一些有带吃的吗？还有在这边啊，买这边很多市集的活动。这边是我们浪曲摇滚区了吗？有，我们刚刚就是吃的都在市集那边买的，一定要力挺一下。觉得很棒，就是很舒服，这样整个超大的舒服，还可以用这个野餐垫，对，就不会脚不会酸了。真是基隆好棒哦，我都想搬来基隆了。举起双手 ，Come on！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基隆参加基隆 Lunch 的连续2个晚上的我们的演唱会。基隆办演唱会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有山有海，这个是其他地方的演唱会比较没有的。那我们希望发挥基隆的特色，让大家玩得开心。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市集，让大家可以边吃边听，边听边吃。那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今天也有很多很强的卡司，不管是市民好朋友还是外地来的观光朋友，希望有空就在基隆走走玩玩，记得要消费哦，促进一下我们基隆的景气。再次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基隆 Lunch， 谢谢大家，谢谢。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我是一个小偷。其实这是我上次以来看过最多一次的人潮了。然后其实今年刚好也是我们所管季第20周年。然后其实去年也在潮境海湾节那边主办嘛。然后其实今年就想要扩大一点，所以特别跟文化观光局一起合作，然后也请了那么多重量级卡司哦，然后也让今天的人潮真的是爆场。文化观光局跟产业发展处一起整合，针对我们基隆的夏天做一次个整体的全面行销的推广，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到基隆，不仅是欣赏我们吃我们的海鲜之外，也可以看我们更好的一个海景。渔港周边还安排了许多美食特产餐车市集，也带动周边店家的消费商机。晚上360秒的烟火秀，更是将活动带到最高潮。现场观察，这场基隆浪曲音乐会嘉年华充分展现了基隆山海的浪漫特色，获得民众大力肯定。周边店家也感受到八斗子渔港碧沙伯区这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感谢市政府用心推广地方特色活动，让所有参加的民众共同在基隆度过了快乐的夏日夜晚。记者黄日升、陈淑平、丁克宇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等待近8年，位在内湖的台北市动物之家新建工程终于动工了。由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祈福典礼，希望以动物福利为优先，打造亚洲人道德标杆的生命教育场域。动土倒数3、2、1，请动土。第一闪，开工顺利。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清与多位市议员共同指产下，等待将近8年，台北市动物之家新建工程终于动工。这项耗资12.7亿元的重大工程，预计116年下半年完工，117年开幕营运。蒋万安特别引用印度圣雄甘地的话：“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看他如何对待动物。”强调动物福利是全球普世价值，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动物保护的领头羊。其实，对于动物保护、动物福利这项议题，所有的市民朋友，甚至全世界都非常的重视。这已经是全球的普世价值，也是台北市身为永续城市很重要具体的产线。所以我常在很多场合讲，印度的圣雄甘地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看他如何对待动物。所以一直到今天，民众都深刻感受到当时圣雄甘地这一番话。也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新的动物之家，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刚刚总工的介绍，大家也看到，未来它纳入非常多的元素，不单单只是对于动物的收容，我们让整体收容的环境全面的提升以外，我们更加入了包含回到家庭、亲子游戏，以及很重要，我自己非常重视的生命教育的意义，要融合在里面。议长戴喜清致辞时感谢地表示，终于等到这一刻。他也以前总统蒋经国的名言“今天不开始，明天会后悔”，肯定蒋市府的决心，克服经费暴涨及缺工的问题，努力推动这项工程。在重视动保的前提下，议会不分党派都会支持。动保议题在这么多年来已经是一个显学，虽然它只是一个动保处，但每次不管是在部门咨询、总咨询，都是议员们相当关注的议题。包括我自己，我刚看到简报特别提到，从民国89年，我们用临时建物的方式来安置这些流浪动物。大家记得，民国89年是西元2000年，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我在2002年进到市议会，我跟我们在地的王孝文议员是同一批进议会的。到现在已经第6届，迈入第22年了。22年来，坦白讲，我对动保议题的咨询，历任动保处长大概被我咨询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终于我们的动物之家新的工程、新的设计能够动土，我想当然是对我们台北市在提升动保形象上面，以及实际不管对流浪动物的照顾，以及对动保议题的实质努力上面，有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更希望站在议会的立场。我想我们跨党派的议员心态都是一样的，只要钱花在刀口上，该花的一定要花，但是我们也要严格监督所有相关的预算经费，不能够浪费。蒋万安进一步说明，未来动物之家新设施包括冷气、通风系统、独立收容空间等，将显著改善动物收容环境。同时，2、3楼还将针对领养需求和分区收容设置专区，顶楼甚至还规划有放风和运动空间。更重要的是，融入了生命教育的意义，让动物之家不只是收容所。屋顶的配置，我们配置的是一个狗运动场，犬只可利用我们的犬专用坡道上到屋顶层，然后依据不同的体型分区来运动，以提高犬只的运动频率。未来我们2、3楼会针对不管是领养的需求、收容的需求、分区的收容，我们还有安排每一层以及顶楼放风跟运动的空间。另外，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包含气味、噪音的防治，我们也有特殊的空调系统来防治。那最后，我也知道未来我们这个新动物之家的建物会取得包含绿建筑以及智慧建筑的标章，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即刻的决定
就是避免未来如果时间再往后延，包含缺工的问题、物价的上涨，甚至包含垃圾处理费如果持续增加，会让整个工程要再进行就更加的困难。占地1.2公顷的基地内，除了动物舍和狗公园之外，还设有宠物选品店、咖啡厅、浪浪回家故事馆、美容室、物理治疗室、行为矫正中心、医疗中心及宠物火化祈福室等复合式空间。动保处长陈英豪强调，动物之家改建计划以提升民众认养率和加快动物周转为核心，想打造一个结合教育、休闲、治疗和文化的多功能场所，让动物之家成为动物和人类共荣共生的友善社区。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湾最高等级地板滚球国际赛事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在新北市政府举办赛事启动记者会，由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中华帕拉林匹克总会长穆敏珠及新北市选手代表刘家生共同启动赛事。新北市政府办理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赛事，将在7月26号到7月31号举行，欢迎民众踊跃到新庄体育馆一起为选手加油。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可说是8月巴黎帕奥的前哨战。这次比赛将有10个国家161位身障地板滚球精英选手及队职员来台，在新庄体育馆同场竞技。好，我们这一场叫做 World Boccia Cup， 也就是世界国际地板滚球总会认可的核定的我们的主办权，所以我们这一场比赛选手所有的成绩记录，对于选手本身的这个排名还有名次积分都会保持正式的记录，而且对他们有很大的资格上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这次我们有10个国家163个队职员选手来参加，因为地板滚球是一个重度身障运动，所以呢选手实在说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不但坐在轮椅上要克服他们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便，同时呢他们还要运用他们的智慧跟技巧来赢得他们的这个积分。中华帕拉林匹克总会长穆敏珠说，2024帕拉地板滚球世界杯是台湾最高等级的地板滚球国际赛事，每年全球仅举办4场，属帕运等级的积分赛事。本次赛事有22位世界排名前10的国际选手参赛，展现出高强度的国际竞技水平。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个甚至于重度身障，他手跟脚他没有办法丢球，像他这个球他要这样丢，他没有办法丢的时候，他就要用那个管道，就是像我们的那个球的轨道这样子来做，然后甚至于他可以用嘴巴含着一个那个棍子来吐这个球。所以我们这个地板滚球有很多选手的这个表现，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尊敬，非常的真的很了不起。要克服这么重度的身障，还有很多他坐那个电动轮椅，他没有办法操纵轮椅，他更没办法推这个轮椅，他坐电动轮椅，他甚至于没有办法受于身体的限制，他必须要用那个电脑辅助的那个来掌控他的电动轮椅和他很多的那个动作。那我们看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感动。本次参赛的24岁新北市选手刘家生，从小因为喜欢看棒球而有了想当奥运选手的梦想。当时觉得自己身为一个身障者，完全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直到大三开始接触地板滚球，为运动员的梦想开启了一道曙光。透过努力不懈的训练，家生不仅在113年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夺下男子组亚军的好成绩，在国内外大小赛事也屡获佳绩。应该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想要成为运动员，这样，因为平常都喜欢看棒球跟篮球的比赛，所以就有一个梦想想要成为运动员。但是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身障者的关系，可能觉得没有机会。然后很荣幸的在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读的是世新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无障碍资源中心有就是邀请我们的那个中华地板滚球协会的那个教练静瑶老师，然后来到我们学校来就是指导我们这样子，然后开始接触了这个运动项目，对，然后也让自己就是有一个兴趣，然后可以就是让自己可以参加各种不同的比赛，然后累积自己的经验，然后可以想要挑战国际舞台这样子。对。记者跟新北采访报道。
进。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萧荣儿童美术馆现正展出由匈牙利艺术家汤明许策划的特展《艺术健身房》，一起练出文化力。以健身房为主题，运用钢筋的材质与线条的特色进行展布空间，总共展出了14件兼具健身功能的创作。暑假期间就吸引了许多亲子到场，一边练身体，一边体验全新的艺术文化。这场由匈牙利艺术家汤明许在萧荣儿童美术馆所策划的特展，就是以健身房为主题，当中所有的运动健身器材都是用钢筋的线条所打造，全部14件艺术创作也都是可以互动体验，而且详细看作品当中还大量运用方块汉字，让大小朋友在一面运动，一面也可以看见梦想、希望的字样，甚至在平衡练习感也融入台南400的在地风格，相当特别。暑假期间就吸引幼儿园来户外教学，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平衡板最好玩，为什么？因为它会摇来摇去。会不会很难？不会。对，你玩的哪个最好玩？对，独木桥。这是最好玩。那个跷跷板。为什么？因为可以摇来摇去，然后又走路。很开心今天带小朋友来这边做一个艺术健身房的体验。那这里的运动器材跟小朋友平常用的实在不太一样，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这个艺术跟体育做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那一种创作的那个思维。那在上面也附合了很多台湾的一些的文字啊，然后就是让这些运动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运用这样子。那今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对，那体验到他们与以往不一样的那一种运动的那个模式，像那个举重他们就非常的喜欢，对，还有以及他们的足球的部分。确实，运动和艺术往往被认为南辕北辙，不过在艺术家手中却变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用艺术健身房一起练出文化力为号召。特别在全球迎接奥运之际，运动闯关最后还有颁奖台，趣味的呼应也让观众耳目一新。展览也颇受好评，将延到9月29号。由我们艺术家汤明许先生，他是奥地利籍的艺术家，他要把那个文化跟艺术跟运动结合在一起，让民众很平常的我们来接触这些文化跟运动，然后是一个日常的，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更健康，然后跟艺术结合，就这样。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再带你来看，凯米台风造成了高雄市区多处淹水，许多的小客车都成了泡水车。车商预估之后将会有大量的泡水车流入市面，近期如果有选购二手车的民众，得多加小心。凯米台风庞大雨量造成高雄市多处淹水，许多人的爱车成了泡水车。老板表示，车子遭淹的高度决定是否能修理，若是淹水超过仪表板，就等于是报销。第一个阶段是比较不严重的，是在淹到那个护垫，就是座椅下方，因为那些是那个电线是连接前后的引擎跟电脑控制，那个民众是没办法清理来的，一定要找专业的那种洗车公司去帮你清洗，那清洗完之后，你车子还是必须要曝晒，把它完全能够把那种积水把它干掉。所有车子的行车电脑、冷气压缩机、电脑控制，通通都是在仪表板下方。如果淹到那个仪表板以上，那个车等于就是没救了。因此，若有车子加保属于车体险的台风洪水险或泡水车补偿险，才能获得部分补偿。但车子过旧也没有办法申请加保，因此投保率相当低，仅有1%。我有2台车淹在下面，都是20年以上的车。保险公司本身就不愿意承保这种车子的全险，对，也没办法保。业界预估，高雄最少有1000辆泡水车经过清理后，就会流入高雄以北的二手车市场。民众得学会如何辨识泡水车。
以一台那个50万的国产车，他们车商在收购可能就是5到8万，然后他回去之后就是花个几万块，就是5油3水换一换，然后电线电阻洗一洗，车内晒干，他就上架就再卖了。他的精力大概都是20-30万，自己要学得懂鉴定那种泡水车，比如说它的细缝有没有黄泥巴，然后车内的铁件就是座位底下的螺丝，然后点烟器那些铁件有没有生锈，如果有生锈，就是100%就是泡水车。由于泡水车功能不稳定，可能使用没多久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建议民众选择熟识的车商购买二手车，确保自己的安全。记者李嘉龙、吴佩珊高雄报道。另外，凯米台风造成高雄多处淹水，许多人的燃油摩托车也成了泡水车。店家就提醒，车子淹过水超过脚踏板就有损坏进水的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通电，用手推着车子到摩托车行来检修。到3天之内，可能没有办法收到。哦，好。你帮我先放在门口，然后我再跟你联络。店家说着抱歉，因为要修的摩托车早已把店门口都占满。凯米台风造成高雄市多处积水，居民一大早发现摩托车发不动，只能牵来车行讨救兵。而燃油摩托车淹水超过脚踏板就有损坏风险。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要超过脚踏板嘛，因为现在的油桶都坐在脚踏板。如果水进到油箱的话，一样的意思啊，你的车子就不能有水嘛？你只要一开电门，汽油泵浦一抽动，油过去，水也会跟着过去啊。过去的话，引擎就再见了。排气管到处积水，摩托车光是在静止状态，只要淹水高度超过排气管，管内就会进水。接下来一通电或是发动，就会造成引擎进水，后续相当麻烦。如果清油箱这个排气管进水，这个都要拆下来，这个整台车的车壳就等于全拆了。对，然后你清一清，你还要抽汽油起来，然后油桶还要洗，洗完还要擦干，然后再加新的汽油。你看那个工时，一台车大概最快要3个小时左右。摩托车是许多人的代步工具，通电后发现好像还能骑，就勉强上路。但泡水摩托车就像车子得了癌症，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状况。那因为我还可以骑啊，所以老板帮我看一下，如果可以骑的话就代步啊。因为也要载小朋友上下课，他们有暑修啊，有暑修班啊，也没有办法。对啊。要赶着，其实要赶着今天修好的。对啊，没错。泡水车之后加减都会有后遗症嘛，对不对？不管是电路啦，或者是油路啊，加减，因为它里面加减都有水，你不可能把清干就清起的。车行老板表示，燃油摩托车泡水最标准的就是用手推着车到车行拆解，才是省下最多时间与金钱的方法。记者李嘉龙、吴佩珊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中嘉宽屏首创全国推出了超高速25G PON的企业商用宽屏服务，结合国际设备大厂 Nokia 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 友讯科技，让宽屏体验大幅提升，支持客户迈向超高速的标网新时代。中嘉宽屏因应数位时代，全新超高速25G PON 宽屏服务正式推出。瞄准商业应用场域，支援企业端的即时数据分析及高流量的云端连结及档案传输等应用，让企业可以享受最快速的标网宽屏服务。我们是台湾第一家推出25G PON 超高速宽屏的业者。那这个服务主要是给国内企业有大频宽的需求。那我可以马上想到一个，就是譬如说现在大巨蛋办任何活动。它有很多的用户，那它需要连外把它这个转播的很多的用户可以使用，同时也可以让外面的人欣赏，那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用25G PON 的超高速宽屏的使用场域。特别是有感的是说，因为它是超高速，所以说你在使用上面非常顺，绝对不会有 lag。那特别是台湾开始从4K 慢慢要走向8K 的时候，
当消费者做8K 的这个 streaming 的时候啊，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服务呢是完全很顺畅，完全不会有卡的情况。中嘉宽频结盟国际设备大厂 Nokia 及台湾网通领导品牌 D-Link 友讯科技，多元化的企业服务组合，满足各客户的使用需求。我相信透过这一次呢，我们跟中嘉的合作呢，应该可以把整个台湾的宽频市场带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去。那相信这样子能够促使整个台湾整个企业呢，我们在未来这个网络上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无论在 AI 或者相关的这个使用者体验。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子的时代来临。D-Link 也配合了这个中嘉宽频这次的一个新产品、新服务的上市。好，那我们也配套了相关高速的这个网络跟网络产品，好，加上这个网管的这个服务。来配套，对，希望给客户最好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高速网络的全新体验。我想对客户来看，最重要的这个是产品的这个可用性，好，稳定性，好。那第二个就是因应了这个高速的这个 GPON 的服务，然后网络架构的这个可以提供高速的这个整个网络的这个基础频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网络的这个安全性，好，治安的一个服务，对客户来讲现在是非常重要。近日，中嘉宽频获得全球网络测试分析机构认证为下载速度及稳定性双冠王，成为客户认证的宽频品牌。此次的最新25G-PON 超高速宽频方案，相信能为市场及客户打造最佳最快的网通体验。记者丁克与翁宇俊台北报道。在地方联署争取近10年后，桃园市府改造原本五权炮阵地的军营营舍，成为市民活动中心及长照中心启用喽，期盼提供社区居民优质的活动空间，圆满地方多年的心愿。大园区五权市民活动中心正式剪下彩带，地方盼望多年的五权市民活动中心正式启用。这里原本是国防部的五权炮阵地，占地约1公顷，却闲置多年。在当地民意代表和居民联署努力争取下，终于在22号盼到市府把营舍改建成活动中心，并复合长照中心。桃园市长钟胜正期盼借此提供社区居民优质活动空间，圆满地方多年心愿。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活动中心，还结合了长照，还有这个松柏会，老人家长辈使用空间。这个地方原来是国防单位炮阵地，但是随着这个国防的科技化不需要这么多建筑，所以就移转给我们市政府。我们市政府就编列经费，把它做了一番整修。希望这栋活动中心以后可以帮我们五权里这边、大园这边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有用、多功能的一个活动地点。在第五权里，里长也感谢10几年来各方的协助，让闲置的营区最后能成功变身成为社区的活动空间。加上未来大园区松柏会、里办、巡守队、关怀据点都会进驻，让这里成为五权里的新家。已经争取了10几年，到今天已经办竣工典礼了啦。在这里感谢我们所有历任的。不管是立委，还是议座，还是我们村里长共同打拼。部分呢是要办长照，还有我们里民的那个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多功能的使用，还有里办公室、松柏会、巡守队都是在这边。这是一个五权的大家庭，是共同的一个地方。桃园市议员徐其万也回忆协助争取的过往，总算在今日有了结果，让他很开心，并表示未来如果设备有所欠缺，也乐于提供协助来优化活动中心。这个活动中心呢，在我当最后桃园市议员桃园县议员最后一届议员的时候就开始争取，包括再来升格直辖市以后，也积极也拜托我们廖正景立委来帮忙协助。那这个完成了以后，还有很多的社里面的设施还要再补充。那要补充设施呢，我们会积极的跟里长、跟公所、跟市政府再来做争取，让整个市民活动中心它的功能更齐全，可以提供给市民更优质的一个活动场所。
桃园市议员游吴和则现场巡视活动中心，了解场地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并提及航空城也有多处活动中心将被征收拆除。他因而呼吁市府拨出部分标售的评点地价基金，来协助这些社区重建活动中心，照顾大园各个聚落。刚才李明有带我稍微走一下哈，针对一些钢筋柔弱啦，针对一些高低差啦，还有很多我们必须后续我们跟里长再配合，要怎么再让他尽善尽美。那长辈来这边活动，来这边集会，不要受到伤害。那因为航空城的征收征收案一直在进行当中，那很多生活的空间、运动的场所都被征收掉。那后续像这种集会所跟公园，我们会努力来争取因为我们航空城开发以后，它的土地要去标售，我们评点地价基金应该拨出一定的比例金额，来协助我们这些被征收里面的里集会所、公园跟一些场所的建制。在地方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大园闲置多年的五权炮阵地来了个华丽变身，不仅满足社区对室内活动空间的渴求，也重新活化土地，是否期盼能嘉惠市民朋友，提升生活品质？记者林婷报道。桃园市立图书馆设置北台湾最大的比利时专区，共藏有440本的绘本。未来规划每月1场的比利时绘本故事分享及系列活动，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阅读、听故事。桃园市立图书总馆日前正式启用北台湾最大的比利时绘本专区，里面有440本绘本，其中300多本是由比利时台北办事处捐赠。启用典礼当天也是捐赠仪式，除了书籍之外，他们还捐赠了竹子做的环保书架。未来还会安排法语绘本、故事讲座等系列活动，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阅读、听故事。特别感谢比利时台北办事处我们马处长，从今年2月份台北国际书展在策展比利时专区的时候，就有考量到未来要整个移植到我们桃园市总馆，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块，小而美、小而巧，那就是一个我们台湾跟比利时最好的一个文学跟阅读交流的一个园地。那刚刚看了这边的捐赠的书籍，有一些是比利时有翻译本，翻译成我们的中文，方便孩子阅读。那有少部分的套书，虽然还没有翻译，但是未来我们这一区会每个月至少办理1场的绘本说故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题材。我们有法语老师会专门来为小朋友们说最喜欢听的故事。比利时台北办事处将前阵子国际书展的展柜跟书籍统送给桃园市立图书总馆。处长马彻表示，希望借由这次捐赠，让更多读者认识比利时文化，开拓世界观，增进国际情谊。我非常感谢桃园市，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比利时专处非常好看。我觉得桃园的小朋友也大朋友一定要很快乐看这本书，看来在这里认识更多东西，在比利时看书为了身体很好，看比利时的书为了身体更好。谢谢。7月21号是比利时国庆日，因此启用典礼当天，新埔国小的孩子们也一起合唱法语版的生日快乐歌，为比利时庆生。比利时是全球绘本及漫画产出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桃园市立图书馆收藏了比利时历年来最佳的原文绘本跟漫画，将这些书中珍品带给大家。比利时专区成立，不仅提供读者借阅服务，更与南市国小合作，规划每月1场比利时绘本故事分享以及一系列活动，欢迎家长跟孩子踊跃参加。记者赖伟一统一报道。今年是清法战争140周年，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规划了清法战争140周年的纪念活动，让大家更认识140年前在基隆曾经发生的这一场国际战争历史记忆，并进一步传达爱与和平。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特别结合专家学者与艺术家，共同策划清法战争14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上，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与策展人王腾崇表示，将透过声音、光景装置和文献资料等系列活动，让大家更加认识140年前在基隆曾经发生的这场国际战争，邀各界进一步认识基隆，看见基隆。其实清法140，我们叫清法140的一个战争，毕竟还是属于法国人来侵略台湾时候的一个过去的一段历史。那这次的历史里面，我们其实特别整理了基隆人怎么样勇敢的去团结、暖暖相拥，去抵御外敌，然后甚至过去在明朝洞还有曹志忠，他们怎么样用台湾人跟基隆人精神去打退法国人。但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然不是想要倡议这个战争，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是希望说能够有爱与和平。但是更重要的是，基隆人是一个勇敢的基隆人，我们更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家乡，虽然透过这个战争我们被世界看见，但更重要我们要去传递的是，基隆要传给世界的是爱与和平的一个历程。其实我们8月3号就是正式 opening 开幕之后，当天晚上呢，其实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声响艺术的一个启动。那这个启动除了在我们的新的防空洞走进1884之外的一个声响艺术，还有就是我们现场在大沙湾有个环境式剧场的表演，以及我们会点亮我们的那个法国公墓，用我们的在地的艺术家做一些灯光艺术。除此之外呢，最后可以回到我们的美术馆来去了解1884年140周年以前的那个清法战役的所带来的一些历史事件。那这也是我们特别为了回应清法战争来去做了一系列的活动。除此之外，我们在后面8月11号也会有一个和平追思会，以及我们9月份跟法国有做一个饮食文化交流的一个French Weekend 的一个 Learn Peace 的一个活动，市集活动，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莅临来感受。那最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班明后炮台做一个3的一个音乐会，来去唤出爱与和平这样的一个概念。清法战争140周年系列活动将让各界民众了解基隆当年在大航海时代的历史定位与价值，也凸显当时台湾人民对于自己土地的认知与勇气，更进一步呼吁任何战争都是无情的，需要用爱与和平去面对未来。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中华文化总会匠人魂系列影片，记录台湾的百工百业。其中最新的一支影片，特别到台南南化关山拍摄记录专门制作手工黑糖的张习斌父子。热腾腾的糖浆在锅里翻炒搅拌，炉灶里是一根根的木柴。手工柴烧黑糖的做法出自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2代黑糖匠人张习斌和张月腾之手。如今他们的故事被记录在文化总会匠人魂的影片中。做的是古法柴烧黑糖，我们用的是传统汉人的制作方式，所以对我来讲，它更深层的层次是它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让我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一个很密切的纽带。对，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互相的磨合，互相的体谅，然后互相学习成长。台湾曾是蔗糖王国，台南更是知名糖都，但在过去，制糖全由官方垄断。手工丝制的黑糖，不仅反映着时代背景、庶民文化，手工熬煮的黑糖，还甜蜜着许多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这小时候呢，看阿公、外公在山上种甘蔗。那种糖，我们小孩子呢，这旁边都倒老给的，事实上是忙着吃糖，那真的是以后再吃不到了。现在我以为早就失传了，原来这还在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庶民文化，这样一个农村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思索探讨的。关山里的风土滋养了2代制糖师，以友善农法种蔗。柴烧古法炼糖，用共同的坚持打造在地文化。记者说：“台南报道。”
再带来看高雄燕巢有一位斜杠的芭乐型农，原本是在电子业工作，但因为公司的订单减少，他开始回家协助父亲种芭乐。一起来看看他协助家中芭乐农田转型的旅程。就是擦屁股有开啦，然后对啊，然后加上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深就可以了。炎炎夏日，采收着芭乐。这里是高雄燕巢的一处芭乐农场。返家帮忙的林秀棉也顶着烈日，努力地整理农场，用心看顾每颗香甜的芭乐。虽然本身已经有电子业工作，却还是选择斜杠返家与父亲一同务农。一直换工作啊，然后换到电子业，一开始就一直加班，就是做2天，然后再加1天。然后如果公司说我加满班，他就是又有额外奖金，就很诱人，然后就一直疯狂做。后来就是因为没有班可以加了，然后想说，不然原本要找新的工作，但后来想说算了，那就是跟爸爸去田里看看，然后就做着做着有心得之后，就会开始就是放假都往这边跑，就不会想要出远门跟朋友玩。黄绿色，然后再让屁股有开了 ，OK。跟着爸爸一起务农后，他也开始理解父亲，开始从父亲的视角看待家庭，看待这个农场，与父亲同进退的生活，让他长出不一样的新视野，也试着思考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协助与改变。会站在爸爸的角度那边去看他的所承受的压力，其实他都没有讲，然后我们就好吧，对他也叫我们不要问，对啊，想说要帮他，因为其实帮的能力有限，在想说，因为女生结婚就要嫁了嘛，想说在结婚之前是不是可以能做些什么，因为在离开这个家之前，想为这个家做什么，然后就做出心得，帮他行销他的芭乐，然后多一点陪伴吧，然后就是想说创另外一个品牌，然后帮爸爸可以有另外一条通路可以卖芭乐，让他可以有额外的收入。我有时候也会发薪水给他，虽然不多啦，但我就看他会蛮开心的，我就觉得还不错。虽然林秀棉笑着说自己现在有能力透过行销芭乐发薪水给父亲，但在经历行销上的转型之前，也经历了一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林秀棉一开始发现家里装芭乐售出的箱子都是尺寸、外形不一的，但这样要贩售到网络上不利于行销，因此他开始着手改造，并看见世代思考的差异。一开始要卖芭乐，那就是箱子比较重要。然后一开始长辈会觉得箱子随便剪就好了，不会想到说去定做一个箱子。对啊，因为他们不是在装箱的人，他们就觉得随便剪。但是你装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痛点跟困难点在哪，然后你就会觉得这箱子也装不好，这箱子也装不好，然后你就会开始想要去定做一个刚好的箱子，然后就是一个几颗装刚好，然后装就会更省时间。之后就去定做箱子，然后再去设计 logo。请人设计 logo 之后，然后就可以把 logo 印到箱子里面，然后这样整个拿起来，整个箱子看起来就比较质感，然后就把它这样卖出去。对，像我们拿去寄啊，然后经过路人会去看，特别看那个箱子，然后还会去扫那个旁边的 QR code， 对，然后会说你们在卖什么？然后我就会把箱子拿起来，我在卖这个，然后旁边就会叫他扫一下。我要车上茶啊！我车上茶啊！转型总是需要沟通。林秀棉在决定解决问题后，也要解决父亲的疑虑，直到努力在网络上的行销做出成绩后，才能够让父亲初步安心。然而，父亲却也跟着开始踏入新的商业模式，衍生出新的烦恼。其实一开始
们觉得麻烦，就觉得你个底下有的没的之类的，然后后来有成绩出来，他才不会去说你，不会骂了，对，就开始慢慢转接受，因为他一开始可能会烦恼，然后就会一开始就是蛮反对，是有减轻他的负担，只是他会多一个烦恼，是怕说寄出去客人会嫌之类，他可能就是对施肥方面他会更用心这样。无啊，伊就讲今晚要卖啊，我是讲我无用啊，伊就讲要用，我就互伊用，无伊讲话要食，即摆唔呐，有叫你看有啥物卡咧用较紧，即摆手较方便啦，来去卖。你爱扣卡，你会使互客户啊，你袂使凊彩弄的啊。后客户要食涩的啊，有食无甜的啊，食较迄落的啊，要较黄的啊。过去在产销班不需要担心的，现在转为网络行销后，全都变成需要注意的小细节。每一位网络的客户都有不同的需求，这个从重量到种植的过程，父亲也开始跟着学习，一同面对转型的崭新挑战。他可能就怕说寄出去不会甜啊，或是寄出去会有问题啊，怕品质不好被嫌这样。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对客人，对，给产销班是不用面对客人，不用解释这么多，对，不用一些售后的那种客服。我把那个不好的挑起来，就是NG的啊，如果有虫的啊，有坏掉的，把它挑掉。因为曾经上过行农培训课程的关系，有一群伙伴可以一同解决这些困难，让成为行农的他能够少一些困难与阻碍，有伙伴能够一起向前走。同学我们会互相跟同学聊这件事啊，因为他们其实有些同学都会做一些宅配，我就问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事啊，怎么解决，然后就会问，然后再问完之后才会去回客人的话，对，就是可以有一群伙伴可以问的，不然之前没有认识那些行农伙伴，就会不知道一个人不知道问谁，对啊。而且我们这种同年纪的，其实你去这个村庄看，没有人啊，都是老人家。农夫是一个人，但一群行农的结合就不会孤独，使得这条转型路变得不那么困难，能够更有动力，在一片充满未知的农田里种植出新的市场与未来。要问爸爸。记者朱继伟、周福清高雄报道。是还。最近的天气是热到让人没有食欲，这时候酸酸辣辣的泰国菜就是开胃菜的最好选择。台糖长荣酒店特别在盛夏时节推出吃遍天下美食泰富人自助飨宴，让消费者不用出国就能吃到最美味道地的泰国料理。大马其实在泰国你去吃啊，如果你没有特别跟他讲，他会加螃蟹，但是螃蟹捣碎之后，我们台湾人比较不敢吃，它有腥味。那泰国比较适合我们台湾人吃的是像这种海鲜的。或者加咸蛋的。台糖长荣酒店总经理陈彦明，过去曾经派驻泰国曼谷多年，对于泰国美食研究颇深。为了这次的活动，他也特别传授多项私房泰国料理独门配方给酒店的主厨团队，历经多次改良，并融入创意在地食材，推出一道道开胃消暑又营养美味的泰国料理。其实泰国它有分泰北、泰中、泰南的美食，有很多。这个有点像我们外国人如果来台湾，他只知道台北，他可能以前不知道台南美食。现在我们在努力之下，让大家知道台南美食。那我今天呢，也特别有带了一些泰国、泰南的美食过来，希望大家在台南的乡亲可以借由来台糖长荣酒店，就可以体验一些泰国各地的美食。台糖长荣酒店主厨也在现场示范酸辣海鲜沙拉的做法，道地的配方加上些改良，让这道料理不止泰国人说好吃，就连台南的民政局长也大力推荐。泰国美食的特色是以香料较济啦，香料吼，因为咱中国台湾的食物的部分用香料机会较少，不过泰国的美食都有，
伊的特色头拄仔做我们讲的部分，就是讲咱一般就是讲，就是香甜酸辣的这个特色啦伊伫寒热假会开胃啦。台糖长荣酒店自即日起到9月15期间，在吃遍天下自助餐厅推出辣味咖喱炒蟹、红咖喱荷兰酱焗鲜蚝、女婿蛋沙拉、泰式柠檬鱼、玛莎曼咖喱牛、打抛猪佐墨香米饭、泰式酸辣海鲜、红咖喱鲜虾等多道异国料理，让消费者不用飞出国就能品尝到最经典的泰国美食。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万物齐涨的年代，在高雄竟然有7样菜只要60元的佛心便当店啊！要带你来看高雄三民区这一家便当店，以接近实惠的价格推广蔬食。加7样菜只要60元，你没有听错，在高雄这间便当店，民众走进来就是为了购买经济实惠的7菜便当。坚持这样的便宜价格，又有满满营养的菜色，吸引许多人成为这间店的常客。因为我在他这边已经吃了好多年了，而且菜色都比较家常菜，一般素食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简单了。有时候晚一点来的话，就是可能客人很多都菜都被挑完了。老板也是非常有爱心啊，之前还有免费送给比较清寒的那个便当是免费的啊，当然有限量啦。不过我想这个是这个爱心都是我们有目共睹。店家表示，期待能够透过这样的价钱推广蔬食理念，让大家知道蔬食的健康与美味。我们主推就是这样7样菜60块，就是要推广素食，让大家来吃素这样啊，又便宜的素食，还又好吃。我们有薄利多销就好了，不用像外面这样跟人家卖到80-90。就是我们想说，我们可以自己吸收的部分，我们就吸收这样啦，其他就便宜给顾客。透过便宜的价钱薄利多销，让更多人能够接触蔬食，使得这间店能被称为高雄最佛心的便当店。记者朱俊伟、潘志光高雄报道。桃园市劳动局在建国公园举办桃园之星113年外国人才艺竞赛舞蹈组与歌唱组的复赛活动，并将在8月25号举行决赛，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印尼摇滚乐团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随后还唱了一首中文的《我们不一样》，让民众超惊喜，嗨翻活动现场。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我们在这里等你。桃园市劳动局周末在建国公园举办桃园之星113年外国人才艺竞赛舞蹈组跟歌唱组的复赛活动。今年规划舞蹈组、歌唱组跟短影音组3类，有50组来自各国的选手参赛，并且将在8月25号举办决赛。希望透过活动让在桃园的外国人一展长才，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我们今天这个桃园之星的外国人才艺竞赛主要是因为我们桃园是一个多元的城市。那桃园呢是全国移工最多的城市，有13万的移工。那也是因为这些移工的缘故，让我们桃园更进步。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比赛，让更多人呢能够看见我们移工的才艺，那也让我们桃园变成一个更多元的城市。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主要有3个竞赛项目，一个就是歌唱比赛，一个就是舞蹈比赛，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短影音的比赛。那今年呢，总共有50组的参加者，那其中包含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甚至还有韩国、香港的参赛者。今年的比赛竞争激烈，除了移工朋友之外，也有许多外籍的大学生来参加。选手们都是利用工作与课业之余的时间练习。他们说这样的活动很好玩，也很开心，让他们可以来唱歌跳舞，展现自己。我们是蓝雅公社的，我们很喜欢那个跳舞，所以我们要参加这个是给我们这个自信一点，感觉开心的，然后想是跟大家嗨嗨的啊。我觉得那个比赛很好的，我们来这里有那个比赛，我们很高兴的。
桃园之星总决赛将在8月25号于桃园市妇女馆国际演艺厅举行。8月底到10月中旬，劳动局也规划了一系列的东南亚厨艺交流跟街区小旅行活动。9月7号到10月13号，在中原文创园区还有艺游东南色彩与故事艺术展，希望透过系列活动，让市民朋友们看见多元文化样貌，促进正向交流，真正落实台湾友善多元的社会样貌。记者赖伟一同报道。高雄市公园2路过去因为高雄拆船业聚集，发展成5金一条街，现在是贩售国内外邦普、马达、发电机、吊车等机械5金商品的聚集地。因应时代的转变，店家也做起了网络贩售生意。琳琅满目的5金行招牌挂满整个街道。高雄市盐埕区公园2路因战后拆船业盛行，带动当地5金业发展。接续日制零件5金贸易贩卖，又因为是专做马达、邦普等工业用或船体用大型机械零件，所以又称为大5金街。以前这个公园也是多次5金的，又就是因为要拓宽，那把它拆迁掉，少了很多那个5金的店面。早期阮遮是规条拢是做5金的吼，所以有那真老咧，有那足侪人来遮要找一寡迄个中国的零件，拢会对遮来。拢对小港、大林江遐拆船的来，即马来人捡一寡新品，开始卖，来去外回来。日本对美国来，对越南的美军的战争的来，捡一寡。以外的物件啦，莫大啦，啥物货呢？开始演变来，来人较去日本办外汇，办咧日本的、中国的机械安尼。现在店家以贩售邦普、马达、发电机、吊车等5金料件为主，从过去转卖日本制二手良品，转为贩售国内外新品或二手零件，是许多民众挖宝的好地方。传统的物件，就减速机啦、油啊碰扑啦、拍风的啦，比如说一寡瓷器啊，爱拍风啊、木螺啊迄啊，有的中国的后旧的后在货品，后新的无用的，后用足忝的，当然嘛是爱靠精力啊。现场啊修理啊，我已经做50几张啊。迄装啦，咱所以咱机械拢改来行，安足久啊嘛。做介久啊，会使袂使，咱拢看就知影安尼啊。店家专营各式机械零件更换，长达40-50年，技术精良。有些是交棒至第2或第3代。因应时代转变，同时经营网络贩售，上传教学影片，开拓商机。店家不怕竞争，因为更换零件仍是专业技术。大概6-7成应该都是网络过来，所以他们都会锁定好产品，所以而且这种东西比较少人做嘛，你把东西服务跟保护做好，其实他们就比较容易购买，需要很多的做法来结合现在的社会，然后让人家知道我们这样子。做电商啊，然后就是一样要拍影音啊，对啊，你就是文字介绍、影音都要做啊，就测试都要给客户看啊，他才敢网络下单。其实他们这个价格，或许搞不好你网络上像什么虾皮什么，你可以看到比它更便宜的，但是问题你这个设备最主要你要考虑到维修的后续。你来了便宜，用坏了怎么办？对不对？这是这样，所以说有这个继承对我们来讲是好事。下次到公园2路，可以到盐埕绿廊散步休闲，观看导览牌，搭配一旁5金街现况，了解盐埕5金街历史。记者李嘉楼、吴佩珊高雄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一氧化碳终结者NACO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NACO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罪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